罗西亚佮空袭乌克兰，害4个人死亡，42个人受伤。美国谴责罗西亚恶行，宣布送5亿个军援。加拿大5月火烧山已经烧掉2个台湾的面积，这野火产生的高温，唔但影响美国，佮应该对欧洲去。美国纽约对明年开始要收塞车费，看敢袂当减少车灯。伊加这入市过驾驶上济一天爱加了700几块台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美国众议院军委会主席罗杰斯，昨是带8个众议员来台湾访问。这回引来伊个是甲咱的官员讨论两国的关系、贸易投资，佮有区域安全的问题。今日下晡这场访问团是已经先甲蔡总统见面。总统蔡英文向外宾握手讲欢迎，这摆是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率领8位跨党派议员来台湾访问，将做近年来规模上大美国议员访问团。蔡总统也感谢军委会通过2004国防授权法案，协助强化台湾无对称战力。在座的议员每年在军委会共同推动国防授权法案，持续纳入各项政策倡议。协助台湾强化防卫能力，深化台美安全合作，是维护台湾及印太区域安全的重要的后盾。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have had a long and important friendship. As you can see from the delegation with me today, our support for Taiwan is bipartisan and unwavering. 团员也包含前军委会主席、现任民主党首席议员史密斯，伊甲罗杰斯拢是国会台湾连线成员。议员来自美国各州，也有专业背景，像是莫伊兰不担任陆军官。米尔斯是具备国防承包商的身份。3天行程有机会和相关部会官员讨论美台关系、贸易甲投资以及区域安全。而由于参选美国总统的参选人也相当关心台海议题。Let's get with our allies. Let's strengthen Taiwan. Let's make China really see what would happen if they decided to invade. And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is to show them what Ukraine is going to do to Russia. And I promise you, China's not going to want to go against that alliance. 这里参加共和党党内初选来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认为，美国应该将中国看作是敌人，加强防卫台湾，一定要让中国了解，三点武力犯台承受严重后果。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常常伫咱附近起事，不过昨咱的国防部监控到的，竟然是2架罗西亚的军舰驶过咱东部的海峡。国军是强调讲有将专定掌握。有学者就认为讲，这罗西亚罕见出现伫咱附近，有可能就是要展现因甲中国较晚，要甲美国对徛。两方经济紧张对台湾造成的威胁，毋但是中共的军机舰。有渔民伫切看到宜兰东吴外海26海里的所在，敢若是有2台俄罗斯级的舰艇。国防部证实有侦测2台俄罗斯级的护卫舰，由南向北航经过咱东部海峡。自苏俄外海向东南方向脱离咱应变区，因为俄国的舰艇出现伫咱东部海峡，真罕见，对咱方24海里的连接区离无远，引起大家的注意。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全程掌握俄舰动态，并检派任务机、任务舰以及岸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应处。国军强调有全程掌握俄舰的动态。学者分析，俄国太平洋舰队参加印尼的科莫多多国海军演习，伫结束了向北登去。学者认为，俄国挑钢筋瓦滚台湾的方向行，向美国展示中俄战略同盟的紧密关系。互外界担心，中国俄罗斯的舰艇未来是不是联手行过台湾海峡？这不能排除哦。不过，我想俄罗斯海军它参与的这个频率会比较少一些哦，因为俄国太平洋舰队的实力是比较弱一些的。越南海军是举行航舰失手多工级的飞弹巡航舰、第2台量产舰、护港军舰的交舰，来强化区域的防空能力。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佮空袭乌克兰，有餐厅佮商店去互崩着，这就是害4个人死亡，42个人受伤。美国就谴责罗西亚这款恶行，宣布要佮送5亿个军援互乌克兰。另外，白罗斯的总统是证实，这瓦格纳佣兵团的头人已经到白罗斯啊，双方是有可能的合作。这空间就去互欧洲的局势愈来愈无稳定，这北约的防线就爱佮加强。
见到无雨走大拍到，厝拢倒来，民众着急等待救助。俄军拜日空袭乌克兰东部城市克拉莫托斯克，拍到一间餐厅甲附近的购物区，造成几10人死伤，真侪民众掉伫厝遐砖仔壁内底。Я прибежала сюда после взрыва уже, потому как меня тут кафе я арендовала. Я пофотографировала в кафе, тоже все повылетало. У меня сыночек погиб на войне, мне так тяжело сейчас, понимаете, и тут еще и это случилось. 克拉莫托斯克由乌克兰控制的俄罗斯占领区真军，定来将做俄军空袭目标。美国政府公开谴责俄国攻击行动，同时也宣布美方会再提供5亿美金来军事援助乌克兰。This is the 41st drawdown of equipment from DoD inventories for Ukraine since August 2021 and includes key capabilities to support Ukraine's air defense requirements as well as additional armored vehicles, anti-armor systems, munitions, and other equipment. 另外一方面，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拜日证实，俄国佣兵瓦格纳集团的首脑普里戈金已经到白俄罗斯，同时承认当初认为瓦格纳兵变是误判情势，会考虑提供声援，目的用亚地来交流作战的经验。Гаранти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ак он вчера сказал, в самолете. Д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н сегодня в Беларуси, но, как Ленин говорит, мне бы тако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е в армии не помешало. Я с тобой согласен. 对着瓦格纳所来动向，即阵唔知影，北约是判断瓦格纳集团到白俄罗斯的造成区域更加无稳定，兵变也造成俄国境内对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的意见更加分歧。北约已经做好准备，要来对抗任何威胁。讲是新闻杨干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罗西亚和联合国列入侵害儿童权利的国家名单。联合国预告是有9千的乌克兰囡仔因为战争受害。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日本重新将南韩列入贸易白名单，出口现在有优惠，全面解除维持4年的经济制裁。英国《Times》报道，英国为了减少碳排放，呼吁民众改驶加油加电的混合车。不过，这款车的碳排放煞无亲像料想的遐尼低。英国零碳排放的目标恐惊真歹实现。所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真侪国际大厂的电动车销售宣布用特斯拉的充电系统，这特斯拉的系统有机会变作北美洲的标准规格。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的前总统 Trump 否认替国家寄日本兄。不过一段 CNN 公布的录音是直接向 Trump 洗面，这内容是录到 Trump 讲家己手头有攻击伊朗的寄日本兄。加拿大5月火烧山是已经烧掉2个台湾的民宿，这野火产生的乌烟唔若用甲对美国去，是连欧洲都受害。看过去会当看到大火伫森林炭烧。加拿大为5月开始，各地一直发生森林野火，这火灾产生大量的浓烟，唔能影响国内，进前更严重污染美国纽约的空气。暂时烟雾嘛一清，美国的芝加哥当地空气品质已经互列入不健康的等级。I bought this mask because it felt dangerous to breathe the air. It's burning on the eyes and burning in the nose, and I don't think this mask is even strong enough. 除了美国浓烟嘛拖起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空中，数百件野火产生的二氧化碳量，到26为止是2003年有卫星监测记录以来的新高纪录，超过2014年的1亿4千万吨。Fires in Canada for this year so far, so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till the 26th of June or so, that they've emitted an estimated 160 megatons of carbon into the atmosphere, which is already the highest annual total for Canada over that period. 欧洲各百年的大气监测机构的科学家帕林戈顿表示，这烟雾已经拖起西班牙甲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半岛、爱尔兰甲英国，而且继续往法国、荷兰、比利时甲德国发展，进一步往东边拖。要不过烟雾的宣布粒子会停伫大气内底较悬的位置，所以无啥可能会影响到欧洲的空气品质。暂时加拿大国内累计数百件野火，造成至少770万公顷的土地互大火烧去，等于烧掉2个台湾的面积，更加互看作是加拿大现代史上上大规模的野火，迈进一步互全球暖化恶化。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农业未到7、8月上热的时阵，这世界有真侪国家的温度就一直咧破纪录。亲像美国中南部地区、亚利桑那州甲德州，拢已经发2礼拜高温警报。
因为这高气压甲小气有条咧拢透袂出去，这德州预计这礼拜就会升到45度。为美国亚利桑那州中部、德州甲佛罗里达州中央的南部，6200万人拢陷伫翕热的热解效应，稳定的高压系统加小气甲湿气拢锁掉的，已经连续2礼拜，互人感觉强要无开。拄啊过下礼拜六，一寡所在温度拢38度以上。德州这礼拜的高温嘛看上摄氏45度，半暝嘛无啥会降温，民众敢会当尽量食冰酸水来消透。预定这礼拜德州的用电量会阁创下新高纪录。It's getting hotter as the world is changing. A nightmare scenario is that the grid goes down. You don't have air conditioning available to most people. 独立的德州电网负担真严，最近因为高温相关的送医人数大大增加，对于无为汤米的家友，佫较是致命的挑战。主持团体加紧分发饮用水甲卫生用品，希望帮助因渡过难关。换来看西班牙，今年热天头一阵烧风已经到位，气象预报显示，全国大部分的所在可能会出现摄氏44度的高温，一定会持续到29。中世纪古城塞维亚游客野雨伞开线，伫闪大日。And I find it super hot, super hot. And what we do against it, we drink a lot, wear like light clothes, and we do siesta, as Spanish do. 去年是西班牙有史以来上热一年，今年春季嘛是历史上最高温。统计显示，过去12年6月极端高温已经愈来愈接出现，这是一大警讯。当地已经传出今年头一件农民吊伞死亡的案例。当局单性工时保护上路，禁止伫真热的时段伫户外工作，也成立新的部门，降低极端气候对健康的影响。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美国纽约大都市是但不时就咧塞车，为了减少人塞车入城，纽约是对明年开始上楼级的曼哈顿地区要收塞车费。预计这塞入市区的驾驶一天上济爱加纳700几块的台票，这是引起真侪民众反弹。纽约市常常塞车，即马经过环评审查甲规划制定了后，得到联邦批准征收塞车费。相关方案按算伫2024年，驾驶可能逐工上悬交出23块美金，相当新台票714块。Every day, if we make $200, we have to spend $150 for your supply and cost and everything. So if it's $23, so it's no good for no one. Every passenger that I pick is paying congestion charges already, so I don't know why I have to pay and then pick up the money for them. So I'm not going to do that. 这项征收费用主要是为减少塞车、改善空气品质，超过每年会带来10亿美金的收入。未来应用伫纽约大都会运输系统。根据去年一项研究实施了后，进入曼哈顿的车会减少15%到20%。How about less air pollution, lower carbon emissions, lower speeds, fewer crashes? 中国拍算将对近日或者是停伫曼哈顿中城60街甲曼哈顿南边炮台公园的中央商务区的车收浮动费用，按算明年春天就落。开时阵，纽约市会加入早伫2003年就实施的伦敦、新加坡、斯德哥尔摩，将做有征收塞车费的都市，伫全美国是第1例。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莲娜大厂米其林研发的免冠风莲娜，这阵是已经有车咧试用啊，是法国邮政的卡车大型倒咧试送会。讲到这款免冠风的莲娜，看到是真奇卡，因是空心的，是利用塑胶的弹性取代空气春秋的空间。因为免冠风，所以讲就无破裂的问题，而且较耐磨。而且这款莲娜拢是用废塑胶做的，算是真环保。因为即阵是拄出来，所以讲成本真悬，介绍应该无介绍。而且佫有试用过的人认为讲，这个驶的时阵声音会较大声。法国邮政的送批公务车慢慢啊开出去，向向看甲一般的车无啥物无共，毋过详细看，车链是空心的。这是车链大厂米其林的新产品——免冠风的车链 Optis。米其林进前几年就开始研发这种免冠风的车链，即马正式甲法国邮政签约。而且3台邮政卡车大型用 Optis， 佮预定伫2024年前40台邮政车拢用这种的。On va l'appeler, c'est un pneu innovant, parce que c'est un pneu qui a comme particularité qu'il n'y a pas d'air à l'intérieur, et donc vous avez toujours une bande de roulement, ce qui vous permet d'adhérer à la route, de freiner, etc. Et le pneu est constitué d'une jante en aluminium sur lequel vont être collés
des ailettes en CVR, donc des composites verre et résine, une ceinture qui va tenir toutes ces ailettes pour qu'elles restent bien positionnées. 加速车辆油菜是讲用这种车链的车，甲一般的车是差不多，甚至有更加舒适的感觉。Et non, très heureux de pouvoir contribuer à peut-être à cette future. Si un jour ça apparaît sur nos véhicules, je pourrais dire à mes enfants et à mes petits-enfants, écoute, tu vois, c'est moi qui les ai testés en premier en Europe, et ce sera une petite fierté. 米其林公司是讲，这款免冠风的车链适用伫汽车甲轻型卡车，无需要冠风的特色，互车链较袂防恶意吐破，也是讲伫路会发生破链的意外，毋但会当互驾驶安心开车，嘛会当减少维修的费用，也甲换链的时间。法国邮政也正看好这项合作，因为减少换链，也甲避免因为破链消风车会较了油，所以会当有效节省开销，提高送批的效率，也甲减少碳卡热。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南韩人普遍算年岁是算虚的，出世就算一岁。若是年底出世的婴仔，佮过一个新年，就佮加一岁起哩。等于出世的时阵，就已经2岁啊，真无合理。而且人佮坐咧办证书，年岁是算实的，所以有袂少南韩人出国，有当时啊，就会碰到问题。即阵南韩的政府就宣布讲，以后全国统一年岁计算方式，拢是看出世的日期，爱算实的。南韩人头一届见面，定定会开嘴问年纪，这是因为南韩社会特别重视大细的顺序，必须依照年纪判断安怎甲对方直接。There's something called the 3 fundamental bonds and 5 constant virtues in Confucianism. And this has led South Korea to have a culture that differentiates people by age and respects someone if they are older. 南韩的年纪制度，互这个特别重视年纪的社会搁较乱。南韩有3种年纪的算法，较早较常用的是虚岁，就是红婴仔一个出世就是1岁，过新年搁加1岁。若做拄啊是12月31出世的红婴仔，元旦即天就变做2岁。啊，毋过即种的算法，若是出国留学还是工作，可能都会产生困扰，因为国际惯习用的是10岁，也就是出世满1年才算1岁。若做一个南韩人，虚岁是18岁，10岁是敢若16岁，伫个国外会互人当作未成年。这个时阵，若是因伫个当地做一寡成年人则稳准的代志，安尼可能会面临法律责任。There were people who complained about confusion when communicating with foreigners. By using the global standard age system, South Korea has taken a step closer towards better communicating as a global citizen. 除了甲国际连接，虚岁嘛，互南韩人申办退休金、老年福利才会发产生真乱。即马统一改采10岁了后，标准更较明确。啊，毋过也是有一寡例外情形，像讲就学行年、做兵法定的啉酒年纪的认定，也是看年份，毋是出世的日期。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有科学家利用干细胞做出胚胎，讲是为着要研究脑体甲胚胎发育这寡问题。虽然讲目前的技术，这款合成的胚胎也无法度发育大甲变婴仔，不过有关是引起道德争议。免靠软子含精子，毋要受精，就会当制造出胚胎吗？科学家即马甲你讲有可能。英美研究团队进前是分别发表2项研究，研究人员是利用人类的干细胞，成功产生出14公大的胚胎，这嘛是学界史上第一摆。We also would like to improve our model because we see that it's beautiful in one way, but has some aspects that are not fully mimicking real human embryo at the time. 利用干细胞产生胚胎的是剑桥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的学者，和美国耶鲁大学的团队，因嘛拢模拟胚胎放入去了后的阶段。但是剑桥的团队，因的研究还未经过同侪的审查，怎样要安尼做？因为长期以来，科学家对人类早期发育的障碍，怎样的肉体等等拢想要知。And fresh insight that might come from the use of the stem cell-based models of human embryos might lead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s of miscarriage. 研究者阁认为讲，利用干细胞来做胚胎的模型，会当去帮助搁较侪病的研究。但是合成胚胎敢会出现亲像复制人这种伦理争议？同款在研究生物医学的学者讲，目前的研究无法度把干细胞放入去人体，就是讲这个胚胎的模型无法度变作红婴仔。但是科学进步的脚步若伤紧，确实是需要进一步来监管。
But by contrast, there are currently no clear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use of stem cell-derived human embryos. So I think there's really an urgent need to look at these regulations to provide a suitable, ethical,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creation and use of these stem cell-derived models for research. 搁再感细胞研究学会指导方针规定讲，科学家袂当甲任何人类胚胎模型放入去人类也是毋是人类的子宫，但是对活性胚胎会当伫实验室生长偌久，目前无明确的规定。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意大利的庞贝古城是发现一百新的壁画，咱甲注意看，这幅图内底即块圆圆扁扁的胖，和咱现代咧食的披萨是有够相像。而且这披萨故乡那不勒斯，阁是伫咧庞贝古城无偌远。根据当地人的看法，因认为迄块是较适应当地人咧食的传统食食佛卡夏胖。不过这披萨是真有可能，就是对这演变来的，算是披萨祖先。不过咱即阵现代人是聊愈含愈澎湃。意大利南部庞贝古城科工园区伫今年发现一个奇特的壁画，顶面画一个银盘装食的物件。内底有圆形的福卡夏面包，顶面也芳料，边还佫亲像石榴加做的水果，还佫上至亲像顶酱料，加装塔用的草木叶啊编的草本版式，这迄时阵被看作是招待人客迎宾饮食。E durante questi lavori è venuto fuori un affresco di una tipologia molto diffusa, quella dei xenia, dunque dei doni ospitali, frutta, una focaccia. Un calice di vino che troviamo a Pompei, Ercolano e negli altri siti. 庞贝古城科工园区主任指出，圆形的面包互人想到披萨，因为庞贝位置就伫披萨故乡那不勒斯附近15公里所在。不过，因为是2000年前位置，史料并无记载迄时阵是毋是有披萨这种食物，放伫象征珍贵的银盘顶悬，显示画图的人想要呈现迄时阵社会生活的现状。专家研判这壁画位置伫客家湾灶骹的走廊壁面。另外，团队也伫附近发现3个人类的骨头，发现壁画的建物伫19世纪出土，为2023年1月开始进行挖掘的工程。公司新闻丁淑芬编译。印尼有真丰富的酸蚵搭，面积是超过5万平方公里。在全世界要2成酸蚵搭拢是伫咧印尼。不过因为渔民的掠鱼有当时也是非法用泵的，都害真侪酸蚵拢死去。为着保护这寡珍贵的资源，印尼的政府是教育渔民，互因变做环保大使，嘛招一寡游客斗种树仔，服用红树拿。伫咧印尼首都雅加达北部海岸有一片红树拿自然保护区，游客供细大船来遮享受宁静的自然环境，也有环保人士教人亲手种红树拿的树栽，为保护环境尽一份心力。Bahwa mangrove ini memang unik ya secara ekosistem. Ini tumbuhan yang cukup unik. Yang tadi saya bilang bahwa mangrove ini bisa menyerap logam-logam berbahaya gitu. 印尼当局去年就启动一项恢复60万公顷红树拿的计划，不过红树拿就要成长5到10年才有够响，会当抵抗海流，而且伫咧周边也有真侪建商想要甲红树拿开发真侪海沙保育路区。保育计划困难真多，就要坚持到底。这片58公顷的保护区，只是印尼全国研发410万公顷红树拿的一小部分。去年一年就70万公顷被撤掉。另外，伫印尼的旺加什海峡，120个酸蚵大岛所组成的斯伯蒙德群岛海峡，20年前因为非法掠鱼真严重，海底酸蚵大被炸鱼、毒鱼破坏，规拢变做碎片，只敢剩2趴。Dan susah pekerjaan yang lain yang belum kita bisa dapatkan di situ di pekerjaan yang lain. Akhirnya pekerjaan itu kita terjerumus di situ kita bisa tahu. Akhirnya terjun di situ. Bisa terjerumus ke bom ke pembiusan itu. 科学家尤斯夫教授伫咧过去20年来，伫当地巴迪岛努力伫咧保育周边3公顷的酸蚵搭，说服渔民做保育。自酸蚵饲卵受精开始团，就将地图型的框架结构放入去海底，顶头放酸蚵的碎片，可以会当成长。过去炸鱼、毒鱼的捕拿者变做生态守护者，即马酸蚵搭愈来愈用，热带鱼也转来啊。Coral Triangle yang intinya adalah Indonesia, Filipina, bahkan di Indo-Pasifik ini memang harus terjaga terumbu karangnya agar
mau melestarikan terumbu karang di masa yang akan datang. 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